来看立法院早起审查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珍。张文珍是表示讲，要建构法院的社会信任。也毋过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是真不满，讲张文珍是唯一一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无回答死刑的调查。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质疑张文珍的资格。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是问讲，知影要受宪法诉讼法，那做院长要安怎来应用呢？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构法院的社会信任。我有3个推动的重点，分别是制度机制、专业效能、国际连结。张文珍表态，若准得到立法院同意，上重要的任务，阁有捍卫民主宪政的法治甲人权。提早透早，立法院专员委员会审查司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案，被提名人对死刑准压废的立场，搁再变作重点。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质疑张文珍，先在民众党团发布被提名人的文件当中，敢若张文珍无回答死刑准废的态度。全体的国民没有权利知道你在这个重大的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上面的想法吗？全体人民跟大院都有权利知道我在这个议题的想法。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议题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宪法法庭的裁判。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特别甲1年的新相早入去议场，期待大法官会当主持正义，不过也质疑张文珍获提名做司法院长的资格。我不知道哪一点可以让我说服你，你是有你的权威著作是哪一本啊？那个是我挂名第1位的国际从来没有过的一本亚洲宪法的专书。非常好，4位作者。有4位作者，所以你跟其他3位一起合编的一本书。我是第1位共同，你是第1位。和在野炮火连连无同，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是提出讲，在野要受宪法诉讼法，那准讲张文珍未来正做司法院长，要安怎面对挑战？宪诉法的修法，我认为您也要有立场。宪法诉讼法才实施不到2年的时间，事实上已经有学术研究，国内及国外认为我们的整个效能是有提升的。我希望这个立法院跟我们的政治部门能够给宪法诉讼法刚实施没有多久，再更多的机会。下晡立法院会进行司法院副院长的被提名人姚立明的审查，也是会进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表决。按算时间会搁一届调野的对答。记者综合报道。